回答你個問題咧，就係你第3堂嚟啊，因為講太極拳嘅，可能會答你個問題，因為你雙重一滯，雙重一滯呢個4個字啊，就係太極拳嘅拳經裏邊講嘅。你點樣雙重一滯咧？即係起咕咕咁樣僵硬地咁樣企咗喺度，50-50。攻打交多數都唔係50-50㗎，睇戲就有，死啦雙龍出海，50-50。幾時嗰個人企喺度俾你雙龍出海嘅？多數都係有30、70、91、10、80、20，走嚟走去㗎嘛。幾時有50-50啊？冇㗎嘛，係啊，多數都係遊走嘅。係啊，所以拳經咧就講俾你聽唔好50-50，其實根本實際情況就好少有。咁啊最多，如果你有玩太極拳你咩家派咧，你最容易見到50-50就係開頭同埋結尾，係啊，同埋十字手啊嗰啲，咁你就容易見到50-50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如果係你一個頑固嘅太極拳理論家咧，你就要唔好50-50啦，即係你唔好犯雙錯，係，咁你就係十字手，幾時有50-50？成日喺度轉下，十字手都係冇50-50嘅。如果你習慣咁咁就訓練到你一個好嘅頑固嘅太極拳理論家，仲係實踐到出嚟。因為你就其實成日都喺度咁樣，一開手就已經係做到。呢個螺旋形嘅太極拳咧，係只係起手式先做嘅，其他式做唔到嘅地方。咁咪做唔到啦？所有程式都係螺旋，全部都螺旋㗎，你喐就係螺旋㗎。嗰啲表演嗰啲大師一個下巴，你唔使睇啦，佢淨係開以手打手。如果你真係打人嘅，你咁樣打唔到人㗎嘛？除非嗰個鵪鶉鬼命，係咪？咁樣送出去㗎，係咪？旋得幾多就幾多。好啦，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啦嘛，最後一條問題。一般就係鼻正功咧，就係鼻吸鼻呼，即係你打坐嗰啲，打坐好多種。如果頭先嗰啲咧，你小嘅鼓盪咧，你鼻吸鼻呼都得。但係你大嘅鼓盪咧，你唔夠嘅，所以你就要鼻吸。即係其實你睇下你自己個程度，你需要玩幾多幾大？幾大咧，你就加埋個口。好，我哋今日好多謝袁師傅為我哋精彩嘅演繹同埋示範嘅。咁咧就提一提大家啦，大家喺度睇咧，除咗有今日嘅一啲講解嘅資料之外咧，另外一種文。